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斗阵行》。台南斗阵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日要介绍的是文化局要讲的主题是粉鸟林。讲到粉鸟，有人讲伊是红卡啦。有人讲鸽子，我记得咱读册的时阵拢有读到这鸽飞鸽传书吼，所以咱知影有讲这粉鸟啦吼，伊若是讲甲放出去了，伊会甲你搁飞倒转来，吼，会当找到伊原来的所在吼。这就是讲吼，这粉鸟吼，伊有真强的这个飞翔的能力，而且呢，伊搁有迄个归巢的能力。我会记我细汉住伫庄骹吼，若到下晡4、5点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吼，有迄人举一支旗啊，顶悬绑一个三角的红色的旗子吼，那么就伫遐就看到。迄粉鸟吼，就爱飞倒转来吼，所以吼，这粉鸟是足巧的这个动物啦吼。那么，伫咱台南比如讲客家啦、咸水啦、新营这个地区呢，有一寡遮的乡亲朋友吼，因利用这农闲的时阵比如讲是农历的这个2月份啊。到4月份这段时间呢，这段时间可能是因较轻盈的时间，那么呢，因就发展出这种这个传统的一个活动啦那么伫这个所在，因有迄个粉鸟的比赛咱讲粉鸟林的这个比赛啦那么到今嘛呢，目前呢，这个传统的一个文化活动已经慢慢咧消失去啊。那么咱市政府呢，为着要来保存这个传统教意义的这个活动，所以呢，特别每一档拢会来举办这民俗的这个活动嘛，甲伊设定毕竟是咱市定的一个民俗活动那么咱今日特别来介绍台南市释放鸽林的活动已经有很久的历史，在103年度登录为市定民俗，借此彰显鸽林文化的重要性，并且肯定各个征讨对于放粉鸟林的红熊长时间传承的用心与努力。欢迎大家有机会一起来体验这一项独特的文化活动，感受台南的人文魅力。那么伫今仔这个当中呢，咱邀请到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咱文化资源科的股长陈富尧陈股长，股长你好，主持人你好，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另外这位哇，这老前辈伫这方面伊是专家啦这是咱台南市粉鸟林传统文化推展协会理事长咱蔡张茂蔡理事长，理事长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是。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拄我讲到这粉鸟林啦放粉鸟啦红卡啦这名遮济啦我想咱民众应该拢听有啦我会记得我就讲细汉的时阵看人咧饲粉鸟，我听到人咧饲粉鸟，因为我迄阵细汉嘛是住伫庄骹有遮济人厝内底拢有饲迄红卡到下晡时黄昏的时阵，我又举一支旗伫遐粉鸟就倒转来所以我嘛从细汉就知影讲，这粉鸟足巧的伊若出去了，伊会佮家己飞转来那么咱台南就拄啊，咱讲到客家啦、新营啦这个地区呢，因有这个文化活动，就是这放粉鸟林的这个历史啦那么咱市政府这方面嘛真用心一直咧经营啦那么是不是请股长？甲咱的这个乡亲朋友来介绍一下介绍咱这个活动伊的历史的这个渊源。是，我想应该真侪人甲我同款伫也要看到这个放粉鸟林这个比赛以前拢会以为这个赛鸽林甲赛鸽是同一个活动。对，其实这两个活动，它不管是从比赛内容、比赛性质，意义不一样，意义不同，就是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对那赛鸽其实简单来讲，它比的是这个飞行的这个长途飞行的速度。它其实是这个世界性的一个活动。那胜的人其实嘛非常的多，所以它还有牵涉到奖金啦，或者是一些博弈的
一个性质。那当然，它的在歌子上的一个协同跟配种，其实也都非常的重视。那所以我听阮理事长咧讲，一家冠军歌可能几啊十班，甚至是几啊百班。所以非常的这个中东比赛非常的刺激。那这个棒婚交领，它其实就这个活动本身而言，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本土化、在地化的一个活动。你基本上跟它这个南部地区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简单来讲，伊主要比的就是鸽子负重的能力。赛鸽它比的是长途飞行，那鸽子我们还要在鸽子的身上背这个牌铃啦，然后比2个庄头互相来这个比赛。那当然，它这个民俗活动的这个由来其实非常的多，那也都非常的说法也都非常的有趣。那其中一个流传最广的就是这个郑成功部队屯垦的一个故事。那我们知道郑成功在台湾，其实在南部地区早期都有这个屯兵屯垦。我们知道很多地名，包括像柳营、柳营、下营、新营，这些都是他当初屯垦下来留下来的这个遗迹。那当初这个因为可能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这些士兵他们就透过像朱水林头头讲的飞鸽传书，在鸽子身上就是绑这些通信的文书或者是这一些物件，那不同的这个营跟营之间彼此来传递消息。那所以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咱今嘛常常听到这类棒婚交领这个说法的前身。那实际上来讲，其实放鸽领这个活动，我们最早可以回溯到日治时期有考据的。从日治时期就确定有这个赛鸽领这个活动。那其实它的这个代表性就是象征着台湾农村文化咱农闲时候一些务农的这些朋友，他们彼此征讨对征讨的开始在生这婚交领的这类活动，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可惜就是在这个工业化现代化之后，慢慢玩的人就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台南市政府文化资产管理处也在2014年指定这个棒鸽领这个活动是市定民俗。以上大概是这个脉络。所以好多咱股长嘛有讲到啦，这个活动已经慢慢啊就是讲那无个传承下去会消失掉了伫咱即马就是讲新年啦、客家这方面啦就是还有一部分的民众还在玩所以呢，他都咱股长有讲到咱已经开始变成是市定的活动，所以以后咱会一档继续办落去那么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最近这几档咱办的这个婚交领伊的这个活动的一寡内容？是。其实我嘛是就惊讲这个市定民俗这个很珍贵的文化的活动会慢慢的失传。那所以在2014年，我们指定这个市定民俗之后，我们文化局就开始规划了这个所谓鸽领文化季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大概主要分成3个主要的部分。那第一个就是补助，因为咱知影这个鸽领文化，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2个元素，第一个就是教这个鸽子的饲养喂养。我们知道说很多鸽友他其实都很重视这个鸽子的饲养，包括怎么样去让它吃得更好，或者是怎么样去治它的病这个其实都要非常耗费心力。所以这个饲料的部分这个占了这个我们鸽友很大的一个心血啦。那另外一个就是领，就是鸽领的部分。这鸽领其实它算是耗材，就是每一次在办这个鸽领比赛的时候，都有可能这个鸽领会有所毁损。那所以在补助的部分呢，我们就针对这2个部分，我们市政府去跟在地的这个鸽领协会合作。那透过一些经费上的挹注，我们希望在这2个鸽领跟鸽子的这个传承下去，希望说有所帮助。这是补助的部分。那另外，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工作，当然就是在推广这个鸽领的文化。那所以在鸽领文化季的活动内容里面，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跟在地的，比如说新营、客家、江水这些地区的学校，我们跟他合作这个学校的推广比如说绘本书啦，或者是跟这个故事妈妈合作去讲一些让年轻一代再传承下去。没有错，对，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鸽领文化它是可以永续的来持续。那最后一个，我想也是我们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鸽领已经很少有这个医师他会
去制作了。现在台湾其实懂得制作这个歌铃的，其实大概指头可以算得出来。所以我们也尽力的在培养这样子的歌铃传承，制作的这样一个工艺。那所以这几年，其实文化局每一年都会办理这个歌铃传习班。那我们也跟在地盐水的这个歌铃艺师谢龙哲老师合作。那每一年都会招募一些新的人力，那来学习这个歌铃的制作。是我们希望说可以让这个歌铃可以持续的来传承下去。是，讲到这粉椒铃啦，就是讲哦，这粉椒、起粉椒哦，咱理事长就是专家呢。你几岁开始算这粉椒铃开始起粉椒？粉椒若要算年纪，我是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历史迄个悠久，迄个即嘛是专家啦。还算专家了。起粉椒爱有迄个技术的呢，毋是凊彩起的呢。毋是干那技术尔，还有爱心。爱甲像咱咧饲囡仔。囡仔开始生出来，开始食有零，粉椒也是小工，开始补卵。伊出起来，开始就爱用心，逐工甲顺，一日爱饲几顿。爱照3顿饲。囡仔迄阵爱3顿饲，一只粉椒囝要培养，甲伊会当飞，爱差不多1、2个月，伊才会当出来较面咯。安尼行安尼，呀，所以你若无用心，根本你粉椒顾袂起来。讲到这起粉椒啦，我咧想，像阮啦对这粉椒当然是外行啦。你粉椒掠来我逐只嘛我小想，但是对你来讲，你就样去分辨这粉椒好甲歹，甲咱教一个好无？其实这嘛无啥物特殊啦，粉椒好甲歹其实甲人相共。人你也看，骨骼较勇，骨头较硬肌，伊就较有力。粉椒也是安尼，骨头骨目这手骨骨较硬肌，脚骨条较硬肌，甲人完全拢相共。你若伤瘦都本来就3期就迄无法度比赛啦，迄就无法度比赛。粉椒就甲咱人体重相共啦。粉椒量就是等于讲粉椒压体重。咱人是咱压体重，你若体格无够，你嘛无。你敢有咧甲训练？比如讲爱运动1、2、3、4、5。这粉椒这个物件，就是讲排粉椒铃，就是粉椒压体重。粉椒压体重，伊开始伊会当出来飞。你开始就爱对细门这细门开始重有几公斤？开始对细门伫训练到飞，到通大门，伊会当排偌一力。算讲伊是比赛的时阵，就是看你排偌重。你比赛的时阵，就是讲阮一般比赛粉椒铃是有分啦。你讲的讲分，主持人讲的讲训练就是细门阮所谓细门就是5寸。5寸。什么叫做5寸？迄个5寸同细门的这个来讲这叫做5寸这差不多这4寸级的尔是对这细门的。这算讲伊的初级啦，伊的初级入门啦，入门开始训练，伫下增加，加重啦。阮一般是讲，比如讲这若5寸2，私人训练就是5寸2来拢加2分5寸2、5寸4，伫下加，差不多6寸8，还7寸，伊就这门内当有一个这比赛正式比赛是公铃，阮的公铃是真大门不早来，公铃是迄个做7寸2到9寸多，这大了。迄个算比赛标准正式迄天比赛，咱训练有一个期间，就是差不多一人排差不多8抓啦，16天。伊迄比赛讲，恁出粉椒铃阮排，阮来排倒来，问在恁来排，恁会当去。来换阮出粉椒铃，互恁排，就是2天来回。来回的时阵，迄个安尼徛16天，16天了，大家会定一个公铃。就是排大门的，迄个是正式比赛。伊的中间排输赢中间就是主持人你讲的讲，你也知影粉椒用来揽的就袂飞就淘汰红掠去红掠去台个比赛。即摆到比赛，迄就是像咱举重去参加奥运的无奥运就一定拍起来。选美迄个国手，这后摆国手，这爱好甲伊迄个用来款待呢。爱甲输效呢。迄可能有的人像你顾爸爸妈妈咧。我看是咧顾小三。
较无上山遐严重。无啦，开玩笑啦吼对。当然，我想大家吼足用心吼，就是要互咱家己的分，因为迄是一个荣誉嘛。对你去比赛第一名，哇，迄欢喜到，嘿啊是讲吼，咧训练的这个当中，拿迄个分教吼，毋甲你叮当啊，你会甲讲袂？一般啦，分教若伊若毋叮当的分教，事实上吼，阮会淘汰啦。哦，但是对你来讲吼，分教是你的算算讲一个吼，你的宝物啦吼。也有感情啊。嘿，对，你已经甲伊遐久的时间吼，已经有感情啊，所以你讲吼。伊无法度飞，或者是讲吼，伊较懒。我想你嘛，那像恁囝咧，有感冒哦，可怜到吼，嘛爱甲惜命吼，嘛是爱甲照顾啦吼。另外就是讲，如果若是真正无法度的时阵吼，咱就看吼，像你讲的啊，杀人啊吼。咱若这较勇的，有法度去比赛吼，这都爱认真吼，甲款待，咱像咧款待迄个皇帝小相吼，因为这后摆出去甲你比赛的时阵，摕荣誉回来吼，摕奖杯、摕奖牌回来，吼，迄个足骄傲的是讲吼，咱咧比赛这迄个赛歌，咱的一寡规定，就是讲伊的迄个比赛的迄种，迄个一寡赛程啊吼，甲咱分享一下好无？伊的赛程一般吼，拄啊部长都有提起过啊。一般这是一个农村的生活啦，农村的生活就是讲大部分是拢村庄甲村庄两个庄头啦，两个庄头因本身的距离就是讲差不多拢隔壁庄，咱隔壁庄本身咱的庄甲庄的中间拢有一个界限，就是一个交界啊，这个交界的中间就是乡平，这挂分教的过程就是乡平拢有选一个分教的会长，伊本身咱这个会长来，伊会甲咱这个会卡会参详看分教两边内面的规则，游戏规则免去讲啊，就是讲迄边哪定，大家若讲好势，就是讲好来，你分教出几只，我出几只，安尼分教令要头排几粒，排几粒的中间，就是阮我拄有提起过讲私灵甲公灵，这公灵就是正式比赛你用迄天，这个公灵就是两庄，所谓公灵就是两庄的庄头做伙出钱，看你的分教几只要抬100粒还200粒，拿10万还20万来讲，一人看出一半，这个就叫做公灵，公灵这是正式比赛你用的，剩的伊细门的训练用的做私灵，私灵迄是阮较无遐重要，就是讲公灵到比赛迄天，迄有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讲你若排公灵，假使讲阮若伫你的庄头放，分教若飞倒转来，飞无过庄甲庄的这个交界，掠去的分教，就是恁掠去卖，恁做经费，迄个做经费，对方来阮这边遮挂的分教，飞若无过这个界，互掠着，阮分教会当卖，阮来做经费，这是大部分，你熟不熟？若晓伫迄个界限的中央。所以拦截起来就是啊，改拦截哦。别这个分教的规则就是别当拦截，只要他在飞，伊伫飞，任何人拢袂使去掠，你爱等甲伊飞甲休落来，看伊休会对。伊若休伫迄个中间，迄个我讲界限，迄相片拢袂使掠。因为啊，这界，界就是公的啦。伊休伫遮，你爱等，还是讲有人会甲围？看他会不会。飞过那个界，跳过那个界限伊若跳过那个界限，你能掠的没有过那个界限，你若早晚逃，还是属于这边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吼，咱像讲，我即摆会想讲吼，咱咧赛跑，你走，你就是沿路这条路安尼走嘛吼，毋过分教伊伫天顶咧飞啊，伊伫天顶飞，伊一定有一条路线吗？是讲？是哦，分教就跳呢。鸽子的物件就是讲吼，它有那个导航能力。他也不一定用眼睛看，眼睛是他到家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家。这也天生的本能。天生的本能就是导航能力。他的导航能力可以回你。他有正数，他有那个固定的路线。一定是这样的，他会找他最近的。所以我就想，最近的。那有可能讲伊听你上面所在，恁有看到？因为伊咧飞的时阵，咱有阵时啊，伊飞足远啊，你走嘛走袂赴。他会自己去找固定的路线，他最近的属于最近的，他自己会找。所以种听咱迄个理事长咧介绍，咱就感觉讲吼，迄个这放分教，这真正足深熟的吼。你安尼。遮济档啊！你讲你从10几岁到今嘛，一定有足济放分教练的这种故事，甲咱分享一下，好不好？
放婚鸟的故事，事实上是婚鸟嘛，无什么特殊啦，是放婚鸟安尼你心识啦。啊，中间就是讲，主持人都在咧讲饲婚鸟用心的细节，就是讲，比如讲，阮的婚鸟，阮怎来甲娶某呢？这个重点，我咧讲就是讲，这是你心识啊。有办仪式无？婚鸟，办仪式这另外一回事啊。你婚鸟如果在比赛的时候，阮会去查看倒一天，你甲娶某。哦，是哦，敢有相亲？进前敢有相亲？有啊。哦，他会自己相亲啊，有时候你要给他配。咱嘛是买人。有自由恋爱，有相亲的啦。也有恋爱。哦后咱甲配对。哦，是哦。恁做红娘。所谓配对就是说，你感觉品种比较好的。哦，想要互因用诶，互因后摆有迄种就许啦。算讲咱有优生学啦。有优生学，这只甲这只最高诶，这后摆生出来一定更加高。它就会比较好。事实上也是这样。伊本身这个故事就是讲，你婚鸟你若甲配对啊，阮也来放。因为阮会去在这个时间就是啥，他什么时候要生蛋？这个婚鸟做心识。伊这蛋伊就是原来伊去做诶，伊袂去做别人。伊要生人诶阵，你这个这个时间，你若伫咧对方放哦，这只角会赶紧要倒来过这只母会生人。所以伊诶归巢性会更较好。用甲成诶啦。若要认真讲，用甲成诶啦。迄是伊诶本能，就是伊讲要倒来过母生人。是讲这两只，敢会掠家己私奔啊？我走去别位，我插你。私奔像你讲这嘛是有啊，伊若较歹规矩诶。威袂落条的。哦是哦，这个来私奔哦。也有坏孩子啊。你也大概要甲庆杀。所以吼，我讲哦，饲这婚鸟嘛做好耍的啦吼。所以迄个就是讲，咱一寡乡亲啦吼，咧做事的这个当中吼，无用吼，拍拼吼，有人要饲这婚鸟来娱乐自己，吼互相竞争吼，这嘛是一种吼优良的迄种的，算讲优良的休闲活动啦。所以吼，好像还有人在。有迄个听咧赌博，像迄个吃这个也养，吃这个也养，那个也养，那个我知影伊就是拢专生一个这个就不好啦哈，咱无鼓励这样。这种我们也不必去，咱免去讲迄啦。事实上，你在讲在赌博、在赌钱，这个也是世界性的。咱这是。文化，咱这保持这个文化是有伫推广，咱这也纯粹挂分交流。对。所以这个没有。所以咱就是要推动一个正确、咱正当的娱乐、健康、正当的娱乐。对。这以前是农业社会的时候是，整个农村的农业社会的时候，他们农村在休闲用的啦。因为那些老人已经大部分都不在了，现在变成工业化嘛，工业化以后。老人已经没有再养了啦，都年轻人了所以现在在这个歌龄，在比赛在养的饲婚鸟的时候，人愈来愈少，因为人爱上班，无用啦。对。所以文化饲鸟，我足感谢的是讲，尽量伫甲你鼓励讲大家来饲婚鸟，你大家拢无用嘛，无当去饲啦。对啊。即摆就是讲佫有一寡好个再多有一寡补助，伊个补助这个人买饲料啦，买婚鸟零种伊会当落去。加减啊饲啦，若无事实上。因为即马伫农村的即个环境内底，少年人有当时出外去读册啦，还是讲去就业啦，有当时就顺续伫遐定居啊啦吼，伫遐定居了后，要搁转来种他有当时机会较少啦吼。那么咱这传统的一寡文化活动吼，慢慢的就会失去迄个传承吼。市政府当然吼，伫这方面吼，伊嘛希望讲吼，这拢是咱台南的一个吼，算讲保障啊吼，甲伊留落来了后，会当互咱的子孙后摆拢去知影吼，有这种的活。那么我要请教股长就是讲吼，咱办这侪当了后，咱的心得是啥？是，其实放婚鸟林这个民俗活动，它其实是市定民俗啦。那咱知影讲，即马台南市的市定民俗其实拢总即马差不多40亿的，41个，所以平均大概一个行政区大概就是1到2项的这个民俗代表性的这个活动。那所以咱知影讲这个放婚鸟林这个比赛，它其实是西北地区非常有代表性、有象征性的一个民俗意义的一个活动。那我们透过这个歌林文化季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当然我们最终还是希望说，让这个台湾嘉南平原这一带的这样子的农村的一个
透过农闲那庄头跟征讨对征讨这类娱乐，那和谐和乐，那重视生态，重视这个环境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可以永续的传承下去。那当然，我们也透过一些比较不同的方式，那比如说像跟学校来合作，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这个，我们有特别跟在地的学甲或者是新营盐水的一些国小，我们去找这些校长，那做了一些关于希望歌林文化这可以传承下来的一些计划推广。那这些校长也都非常支持，所以他们也都带这些小朋友，包括他们去做了这个歌林的彩绘。那其实小朋友也都非常有兴趣，因为他们圣诞学校的特色教学，他们其实未来都可以融入所谓的本位课程，或者是未来的这个乡土教学，继续去推广下去。那当然，这些小朋友他们小时候都只是从爸爸、阿公他们那边怎样讲有这个活动，但是怎样来冲想。但是透过我们这样歌林文化季的合作，其实他们慢慢的就会了解说，这个不只是去赛歌，他可能。背后还有隐藏着阿公、爸爸他们那一代的一些故事，对，那彼此朋友跟朋友之间的一些高杯啦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现代社会非常珍贵的一个文化的资产。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歌林文化的持续的推广，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个湿地民俗活动可以永续的来传承下去。因为这小朋友他们平常时看到可能爸爸还是阿公有在耍啦还是讲咱基本上透过学校就是讲深入去互因了解更加多然后让他们更认识这些因希望讲因会当安尼传承下去啦，袂互咱的这个文化活动怎样安尼断层那么很可惜啦那么今天呢，感谢两位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甲咱来介绍这个婚交流。那么最后咱用一寡时间是不是甲咱做者结语鼓掌先好吧？是真感谢这届有这个机会来这个讲这个婚交流，其实。婚交林这类活动它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那在台湾台南只剩下新营、学甲、盐水这3个区。那台南之外也只剩嘉义的义族有，就等于说全台湾只有4个区域有这个活动。那所以其实。国外的这个游客来到台湾，都其实对这个活动非常的有兴趣。那我们希望大家在未来在比如说这个农历的2月之后，大家如果有时间，那可以抽空来到我们这个西北的这个乡镇这一些征讨，那观看这个歌林比赛。我想对我们在地还有在师方歌林的这一些长辈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啊，可以鼓舞他们持续的。在办理这个活动。是，李署长甲咱分析最后做一个结束好吧？无啦，我哋这嘛算讲有这个机会而且就算讲咱感谢文化局者，就有伫注重这个办婚交流啦。是。这个办婚交流，我希望讲就是讲会当继续互伊一个传承的，因为这个阮已经有列入这个非常文化资产啦。当然，阮个教育上有的这爱看跨文交流的。嘛是真济啦，所以我希望讲，文化局者都尽量都这个继续来甲阮支持，甲这社会支持，办婚交流这互继续这个文化会当互永续经营，主要是安尼。今仔感谢两位感谢股长，感谢咱李署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甲咱介绍这个长久的这种传统的文化活动办婚交流，然后互咱民众虽然有的人捌听过，但是对这个婚交流无了解那么咱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更深入去了解嘛希望讲咱市政府会推动有当时佮配合咱地区的这个景点啦这个时间这个活动结合起来互咱的一寡观光客来的时阵，毋是看景点，个人看着咱办婚交流的这个活动。今仔感谢两位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我们下次再见。